现在呢，要给就不是那个辛苦过，那也都是年来呢，今天都吃了多少呢？把那3斤给我那么大件了，我上冬天吃药的，这不上这样干的，那3天都能才也都我的，都不辛苦过的。 treo luôn rồi nó hiểu.我是最幸福的人。